目前有将近70万的移工伫台湾工作，敢若是桃园市就有11万人。桃园市政府特别举办国际移工的体育竞赛，互来自无共国家的移工的朋友，透过运动联络感情，嘛来排解着想厝的心情。 排球场人个一组，加强练习，大家拢想要甲冠军摸回去。一档一厝的 VIP 桃园国际移工体育竞赛登场，总共96支的队伍，800外的人报名参加。另外一个真热门的比赛项目就是颠球。大家认真咧练团球，加强配合度。颠球伫东南亚国家真流行，透过运动比赛，除了互大家联络感情以外，嘛互上厝的心得到安慰。 伫开幕式，包括印尼、菲律宾、泰国甲越南的移工，大家拢做伙。桃园市长郑文灿除了上台致辞以外，嘛登陆球技。目前伫台湾的移工超过70万人，敢若是桃园市就11万以上，是全国冠军。市长郑文灿嘛强调，移工是社区的一部分。 那其实我们还举办过各种文化展览，还有各种休闲活动。那希望在工作之余，那外籍移工不是隐形人，那是我们城市的一部分。这移工嘛，透过上有传统方面的拜师鼓舞表演，甲动感舞蹈，替国际移工体育竞赛扭开序幕。